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9，诗篇118篇25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愿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愿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三甲来祈祷，解救阮，互阮兴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关台，阮要投靠伫你。主啊，伫这充满危险甲不安的时，伫这困难，互阮得要无法度喘气的时，主啊，阮的心静静，全部听候你。独你是阮的石盘，拯救阮的，你是阮的关台，阮袂大摇动。主啊，因为有你，阮就无惊什么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勇气甲智慧，互阮通有气力面对挑战甲艰难。求你互阮有你所赐的平安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